中心嘛有来表示哦，讲这个海军24个确诊的官兵落船了后，有停留超过15分钟以上的所在，同时间、同地点嘛在场的民众将会收到政府所发送的简讯。这个指挥中心讲，总共是发出到21封的简讯，提醒乡亲，家己若将做疑似的接触者，爱更加谨慎小心。身体若无爽快，爱卡1922防疫的专线。另外，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为着要防范新冠病毒，积极来部署，早起来举办大规模的封城实兵的演练。新北市嘛来宣布，万不一若发生到社区的传播，民众都要禁足21天，就是3礼拜袂当来出门。新北市政府今日早起针对封城的情形来做兵棋推演，市长侯友宜也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小组调集人张尚顺拢有出席。相关的主题包括交通管制、医疗救护等等，爱国预防可能出现的社区感染的情形。万一若出现，新北市就要求民众爱伫厝禁足21天。来听新北市长侯友宜伊安怎讲？我们演了21天，其实这只不过一个最基本数啊，因为我们以14天为一个封锁，让大家像居家隔离一样、居家检疫一样，把它封锁到了，然后后续1个礼拜都要零确诊，才会把它解除。海军东部舰队出现群聚感染，也就是集中感染情形。今日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确诊者伫新北市行过所在。新北市卫生局冇出面说明。他在4月15号下船了以后呢，其实是坐军方安排的车子回到了北部，所以并没有搭乘任何的大众交通工具。然后在第2天的时候呢，他就回到家里。在这2天到这个去集中检疫的中间呢，大部分他都是留在家里。那偶尔呢，他有出去，那在外面呢去就是早餐店买了一个外带的早餐，时间非常的短。有到超商去领个钱，然后有到眼镜行去修个眼镜。市长侯友宜嘛强调讲，确诊的人去过所在，要你整理一定公布，呼吁民众针对防疫这件代志，千万袂使大意。